煞第三节来。为了主治我罪，我骨气钢铁，罪的薄膜的怕，无法了掉阴影。咱这个。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线到万代。请起立，做伙来吟圣诗第491首，当伫青年时代。请咱犹原徛伫，三甲用心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个来起应，起应文45篇，以赛亚书40章，我来起。恁来，即信正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
恁夜目看天，是上主以调集万军声音的效益。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竟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也嘛袂先。亚生的人，伊互因有怨气。啥人拢会亚生？毋久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为亲像鹰鸟天势飞悬。请各位兄弟姊妹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我性命，搁赐予我逐工的稳定。虽然有时阵我会失迷，毋知要为对行，毋过我真渴望搁较认捌你。恳求你拍开我的心，互我会当对你的话语当中找到真理，伫基督中听到你的声，帮助我，毋是只有知影你，阁是会当亲身经历你的疼甲同在。当我感觉孤单，也是惊吓的时，提起我，你随时拢伫我的身躯边。当我失败跋倒的时，恳求你扶持我，互我阁有气力。愿你引带我的性命，互我伫成长的过程中，愈来愈认捌你，我靠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下来，请青少年牧区为咱用爱的团契来赞美。
三甲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到13节。耶利米书第2章第4节，雅各的后代以色列大支族，就听上主的话。上主安尼讲：恁的祖先感觉发现我有甚物毋对，竟然离开我远远，去军地服务的神明，家己选真做服务。因无问，迄个带阮出埃及，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经过打扫甲黑暗的所在，无人行过，无人住的地，迄位上主伫倒位？我带恁进入肥搁水的地，互恁食内面的果子甲好的物件。恁一个入来，就算断我的土地，污染我赐互恁的产业。这是毋捌问上主伫倒位，甲律法的顶毋捌我，官员忤逆我，先知奉巴力的名传诚实，地无路用的声明。所以我上主讲，我要控告恁，要甲恁的后代争辩。恁着去西边的基地，才会倒看；去东边的基达调查，看因敢捌做即款代志。有倒一个捌活过因的生命，其实遐个拢毋是神。毋过我的子民将因阳光的上帝活做无路用的生命。天啊，恁敢袂因为安尼着惊？今袂因为安尼着惊兄皮皮喘？上主安尼宣告：我的子民做双重的歹代志，因放杀我一个活水的源头，去挖一个袂积水的水池。愿上帝的话束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今仔日老牧师要跟咱分享的信息是水池内的利芳。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需要你的帮助，踮伫阮需要的时，求你用活水进入阮逐人的生命中间，帮助阮，互阮认捌你，帮助阮，互阮遵照你的话来行，也踮伫每一日，阮搁较高来挖靠你，体验上帝你甲阮每一个人同在的应允。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成做阮的帮助。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有兄弟姊妹来平安。大概咱8月初的时阵，甲家庭团契去詹文水库吼，去到伫詹文水库，我阁看到即摆的水库的水到什么水位？哦，差不多是满的，即摆差不多是满的。啊，但是咱若敢会记哩，几年前当咱拄着旱灾的时阵是啥物情形？哦，差不多真正对满的到会看无啥物水，水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毋过踮伫即摆咧看，虽然是满的时阵，咧游览的过程中间，迄个咧介绍的迄个导游嘛，一直咧分享讲，即段时间另外一个真重要的工作是。遐个机器一直咧清塌伫内底遮个土，遮个物件需要清互清气，安尼水才会当不断堆伫内面。啊无有当时啊，咱就会拄着讲，落搁较济水，拢互遮个物件全部拢食掉啊。啊，遮个水就变成做死去的水，是即个塌咧遮个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若是即个水池拄着泥芳。若是有芳，遮个水可能嘛无法度搁继续滴咧，所以水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一直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课题。到底咱安怎去看到讲活水会一直进入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当咱认为咱拥有济济，在愈来愈骄傲的过程中间，哪亲像咱的水池中间出现泥芳？嘛，咱亲像讲，咱的生命有一寡物件塌咧，所以当已经满到一个程度的时阵，水敢有法度搁滴入来？
但是拄着一个问题，当咱拄着水下面若是拢塌的，水全部拢满，安尼水无法度过一摆，这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如果内面已经开始出现遮会芳，安尼水嘛一直流去，咱嘛无法度继续去经验到底这个活水如何影响咱的生命。亚利米先知，伊是一个少年的先知，伊接受这个任务，伊的任务就是啥物？要一个已经充满动乱、充满混乱的国家来宣讲上帝的话。当伊咧宣讲的过程中间，其实对这个少年的先知来讲，也是伊一直咧敲揣认捌上帝，甲认捌家己的一段过程。所以，当伊要开始宣讲的时阵，上帝互伊看见两个重要的异象，出现踮伫第1章的上落尾。两个重要的异象，头一个是形树枝的异象。当伊看到这个形树枝的时阵，上帝要对伊讲：伊讲，我要甲你同在，我要看重我的话语，若亲像这个各样的人咧照顾伊的羊群同款，你所讲的一句拢袂落空。所以，这个形树枝的异象对亚利米来讲，伊就咧表达讲：如果你认真遵守上帝的话，尽忠宣讲上帝的话，我必然会甲你同在。我必然要成做你的亏力。这是头一个异象。第二个异象是，伊看到对北边的所在有一个咧滚的鼎，咧准备要往这边车倒过来。这上帝佫讲，因为踮伫即个土地的人已经离开上帝甲因的关系，所以这个审判随时就要临到。上帝将这个两个异象交予亚利米。亚利米讲，你就去宣讲吧，你就去宣讲，遮的悔改甲重启的信息。当咱读旧约圣经，咱会一直看见以色列所拄着的问题。一开始对出埃及踮伫旷野，因拢虽然有埋怨，但是会不断去体会到上帝的重要性，所以需要上帝赏赐因有稳定。上帝赏赐因有活水，但是当日子愈来愈久了后，遮个人就安怎？开始认为我会当靠家己的气力，我会当拥有侪项事，所以遮个物件、遮个稳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伫遮亚利米就宣讲讲，以色列已经离开上帝的应允，伊糟蹋我所应允的土地。去拜遐个无路用的神明，去拜遮个偶像，所以审判随时就要来临嘛。当人踮伫骄傲自高的时，水是无法度搁继续伫伫遮个。当人愈认为讲我足请赢，我会当靠家己的暗算去计划所有的事的时阵，水无法度搁继续。会当对伫即个水池中间，会不断看见讲，遮个水会一直流去，遮个水无法度搁继续成做人的亏力。亚利米也对遮个人讲，遮个人因为因活伫一个欠缺水源的所在，所以因真正会尽因的气力，想要去起遮个会当底水的水池，因尽力去起造遮个坚固的水池，但是嘛，踮伫无注意的中间，遐个芳一个一个搁出现啊！无论人要安怎想要靠家己的气力来起造坚固的水池，芳犹原会踮伫无注意的中间出现。但是比较遮个芳，其实搁较重要的是，到底活水伫倒位咧？到底活水会踮伫啥物所在？人会因为领受侪侪稳定，享受侪侪事了后，袂记你讲我需要上帝。骄傲甲自满，其实是人生中间所拄着一个上大的挑战。顶礼拜带青少年去台东办生活营，头一站就看到一个
真有意思的景象吼，恁应该也够有印象的。踮伫地上，因踮伫遐咧骑车，踮伫遐咧骑车，慢慢啊骑，因为骑电动车，所以遮个囡仔虽然18岁，但是嘛毋敢踮伫遐学袂开，总是都踮伫忽然间边仔有一台车冲过，边仔有一台车冲过，啊踮伫顶悬的人拢是看起来就是佚佗囡仔，伫冲过啊嘛一直甲因笑讲。你看恁开了足慢的，开了足慢的吼，啊，愈笑啊愈就一直 S 型四个伫遐咧骑，看起来足欢喜的，看起来伊会当藐视身躯边遮的人，伊会当看轻讲啊，你遮个照起工慢慢咧驶的人吼，啊看起来无啥物了不起的，结果后一秒钟发现啥物代志？后一秒钟，我看到一台车撞落去田内底，一台车撞落去田内底，这个囡仔咧甲我分享讲，迄个时阵伊一直咧想，啊，到底要甲因斗相共无？一开始咧想的代志就是，遮个人吼一直甲咱笑，啊，佫无照规矩来行，所以弄落，大家人拢讲安怎？应该的啦。但是后一秒钟，发现讲毋对，咱嘛是爱斗相共，因为迄个速度真正足紧的，规台车都撞落去田内底。我讲伊若是敢若行歪错，就是敢若安尼处落尔嘛。我看到迄台车是直接撞落去车头，直接插落去田内面。啊，规个查某囡仔一直踮伫遐咧哭，所以后来因讲，对啊，咱嘛是爱斗相共啦。所以赶紧去将因救起来，有人联络遮个出租的遮个头家来斗相共，嘛替因联络救护车，赶紧会当来甲遮个囡受伤的囡仔甲因接过。人踮伫骄傲甲自满的过程中间，永远毋知影啥物时阵会冰车。咱会认为讲，我已经得到一上帝恩典。我已经踮伫上帝的厅内面真久，但是当咱愈想要挖靠家己，愈认为会当靠家己来掠掉啥物的时阵，可能就会亲像即台车共款，随时都冰车。冰车了后，当然有的囡仔伫遮咧哭，需要人来斗相共；啊，有的囡仔都一直足生气的，因为边仔的后壁来的人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后壁的人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会甲因笑，啊，所以遐个受伤的人佫足歹的，是，但是踮伫迄个足歹的过程中间，无论你所表达出来外表看起来是偌尔啊歹，其实心内底是愈空虚，因为无法度去面对，过来我要安怎办？当后来咧带遮个囡仔讨论的过程中间，咱嘛一直咧思考，是对遮个囡仔、对遮佚佗囡仔来讲，我一直咧想一个问题：若是因的生命中间有耶稣，敢会有啥物无共款无？若是踮伫遮济即个世界行歪错的人的生命中间有耶稣，因的人生敢有可能有一寡无共款？咱的青年拢真照规矩，所以慢慢啊踮伫遮咧行。当然，伊嘛足惊讲，家己无注意到撞落去田内底。但是咱嘛会看到讲，有济人需要耶稣。踮伫看到即个画面的时阵，咱敢有想过，如果耶稣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会做出甚物款的选择？踮伫军队耶稣时间愈来愈久的过程中间，咱敢会一直想要靠家己，一直认为我所看到、我所听到才是正确，袂记你讲，其实人拢需要上帝的恩典。耶利米面对的就是即款的一个以色列团体，因过去确实捌经验过上帝的拯救。
但是到伫拥有济了后，因认为讲，我会当来为着家己安算，我会当挖遮的水池，挖愈来愈济的水池，来堆满我一切的水。但是无想到讲，遮个水池中间若是已经有芳啊，水会流去，要安怎办？啊，如果永远无新的活水入来，佫要安怎办呢？这个故事继续进行，亚利米宣讲遮的罪恶了后，后壁这段佫较有意思是上帝亲自咧责备遮的以色列人。亚利米的宣讲讲着讲上帝咧责备家己的子民，这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因为对一个先知，伊要去宣讲。伊要去以色列宣讲，但是伊却必须爱讲的是，上帝要责备恁，上帝要控告恁。上帝讲啥物？因上大的问题头一个就是，遮个以色列人已经将因我的上帝甲迄个空虚的神明对换，看起来外表做的事是共款，外表做的事是咧敬拜。但是实际上咧拜的却是迄个空虚的偶像，这是上大的问题。人点伫外表所做，看起来有可能咧敬拜上帝，但是对内面，迄个神已经受到替换。这是上帝点伫遮控告以色列上大的罪是放袂记。放袂记上帝如何赏赐因恩典，互因得到荣耀。所以当因替换遮个偶像的时阵，遮个根基就已经失去，遮个水池安怎底，就拢无法度搁继续底满，活水已经离开啊。读到遮个审判的信息的时阵，有当时啊，会互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感觉。我到底要如何面对这个话？因为控告对咱来讲是一个听起来真负面的意思，但是嘛一直咧表达讲，就算讲人会犯错、毁坏甲上帝的约定，上帝永远袂放杀每一个人。上帝是通过无共款的方法，期待人会当悔改。上帝通过无论是控告，无论是责备，望以色列会当重新返来到伊所定着的道路中间。就算讲，咱会当想看觅，如果上帝真正要对付一个人，上好的方法是啥物？其实毋是责备，毋是控告呢。就是照头拄仔咱所拄到的，车撞落去吼，再引起吧。车撞落去受伤，再引起，这才是上恐怖的代志。如果上帝将来袂责备以色列人，袂控告遮个做毋对的人，都是再引起，这才是上恐怖的。所以当迄日，遮个青年咧斗相共，将遮个囡仔对残力甲因牵起来的时阵，其实有几个人迄个状况是足严重啊。有几个囡仔迄个状况是讲已经看到骨头啊，所以阮才定心咧想，若是真正无甲因斗相共咧，若是真正无甲因斗相共，因到底会安怎办？是上帝对待每一个人上界，若是上界真正的手段，就是在咱去，毋是责备，毋是控告。所以当点伫遮，上帝咧责备遮个人，上帝咧控告遮个人的时阵，其实上帝永远是想要爱以色列，恁会当悔改，恁会当回转吧。亚利米的人生。踮伫一个还阁少年的时间，伊需要宣讲这个重要的信息，其实这是困难的。但是，就是迄两个异象，成做伊的网站。
迄两个异象对伊讲，无论你安怎，只要你用心尽忠传讲我的话，我必然会甲恁同在，我必然会照顾你。然后你爱去唤醒遮个人，重新悔改，转来到伫主的面前。底满活水的水池，是一个互人会当得到光的一个画面。迄个水池已经渐渐流去，但是活水永远还阁存在。对天降临的甘霖，会重新阁满溢，踮伫每一个生命中间。所以这是咱每一个人同齐咧学习的。如果咱一直认为讲我已经足满的，水是无法度阁得咧。只有感觉讲我真正需要上帝的帮助，需要上帝的活水，咱的生命才会当不断经验更新，咱的生命才会当不断得到成长。所以，带遮的青年到伫台东，其实阮安排一个真特别的行程。这特别的行程是有一个行程到伫足山顶的山林中间。踮伫这个山顶，其实走了足远的。因看讲，哇，对足悬的所在看下骹，若是迄个车无打动啊打好，就安怎？就规个共款就拢撞落去啊！到伫一个真悬的所在，嘛咧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走到一个遮尔远的所在？咱要看到什么？其实是本论的一个部落，因有几个人，因为听讲要踮伫家己的故乡有开发，要占领因家己的故乡，所以这个人开真侪钱，甲这片山重新阁买落来，重新阁买落来，希望的就是家己故乡的故事。会当延续落去，家己故乡会遮每一个山树啊，会当互人重新阁建立迄个结连，人才会当活的。所以踮伫因遐咧爬树啊、爬山的过程中间，每一个动作，拢有遮个主人想要讲的问题，拢有遮个主人想要表达的，就是踮伫即马即个时代。侪人已经互咱的目睭、咱的耳孔受到侪现代化的物件所影响。咱拢耍手机啊，已经互手机啊拢占满。至到即摆的囡仔，真少有机会接近山、接近海。但是山甲海是即块土地永远存在的宝藏。是咱会当得到徛在真重要的元素，所以到伫一个真远的所在，其实是看到一群戆人，看到一群戆人。当这个世界认为讲，我爱趁大钱，我爱有更较侪的发展，但是却有一群戆人愿意开家己的钱，踮伫即座山，认真咧经营，希望来到伫遮的人。重新恢复甲大自然的连结，这是重要的。因为咱一直拢会认为讲爱发展、爱追求更较好，但是袂记哩真正带互咱快乐的是上帝的创造，真正带互咱活水的是上帝所赏赐的稳定。那安尼。嘛，接触踮伫无共款的人的过程中间，其实每一个人拢咧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啥人？每一个人拢咧面对，无论我行到伫什么所在，我做什么款的发展，大家人拢咧问的是我到底是啥人？耶利米一直咧回答的就是，我是一个军队主的人，我是一个真正宣讲上帝的人。所以，当人踮伫即条看起来无共款的道路顶悬咧向前的过程中间，有一个艺术家受到记者的访问。这个记者去访问这个艺术家，讲：你到底自什么时阵开始决定要成做一个艺术家咧？这个艺术家想的吼，伊就讲，其实这个问题
问了毋对呢？伊讲其实每一个人拢是艺术家，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艺术，每一个人其实拢是艺术家。咱拢踮伫上帝所创造、上帝所供应的恩典中间，互每一个人的生命通成做一首歌，一个水的艺术品。但是咱定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受到这个世界的声音，认为讲人生干那一条路才是对的，干那迄个赚大钱的路才是对的，干那迄个会当得到成就的路才是对的。袂记你讲，人生其实是活伫上帝的创造中间。所以这个艺术家伊安怎回答？伊回答讲吼，其实吼，你问我讲，我啥物时阵成做艺术家？这个问题是毋对的。我只不过是做每一个人一开始拢一直咧做的代志，都安尼那尔。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啥物？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的人停止啊？为什么身躯边的人你停止成做一个艺术家呢？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拢活伫上帝丰富的恩典中间，为什么恁会停止呢？所以踮伫每一个人的故事中间，咱敢有看见上帝恩典无？我邀请一个过去所带的囡仔，甲遮个青年分享，伊家己讲伊家己的故事，自细汉踮伫教会中间大汉。教会人拢认为，这个囡仔袂歹，足乖，一直踮伫青少年团契，也踮伫求学，到伫外面，伊也足认真咧参加外地的聚会。无论去到伫倒位，伊拢去到伫教会中间，认真参加礼拜，甚至祈祷会，伊嘛认真咧参加。工作也一段时间，伊讲。这差不多10几年来，我一直咧问一个问题：，伊讲我敢若无啥认捌家己，嘛无啥认捌上帝呢？真有意思哦！伊讲自细汉开始，就甲遮个青年共款，踮伫教会中间大汉，足认真服侍，嘛愿意参加一聚会，到伫外地，就算讲离开家己的故乡，去到外地。读册、工作，伊也有缘认真去参加当地教会的聚会。但是走一年了后，伊重新问家己一个问题：讲，伊敢若无啥认捌家己，嘛无啥认捌上帝，所以伊选择放弃踮伫城市的生活，转到家己的故乡。伊讲：我转来是要问，到底我是啥物人？我转来是要问，我到底所认捌的这位上帝是啥人？伊阁继续讲啊，世界会甲咱讲，信仰是啥物，人生是啥物，咱拢有足侪声音会甲咱讲，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安怎，踮伫教会中间应该安怎。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咱敢有不断认捌上帝无？咱敢有确信，咱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是永远供应咱的活水无？所以，今年的我会比过去的我搁较认捌家己，也搁较认捌上帝。现在的我会比过去的我搁较体会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伊讲这条路看起来真长，嘛毋知要行到什么时阵才会当结束。但是踮伫认捌家己、甲认捌上帝的这条道路顶悬，伊讲我忽然发现啊，当过去什么拢无的时阵，我需要上帝；但是当现在拥有济了后，我会袂记哩上帝伫倒位。所以转来是一个重新体会恩典的时刻。也重新去体会水池
起甲偌尼啊坚固，其实重要的是甚物？活水到底伫对？咱会当起造看起来佫较好的水池，外表看起来佫较好，但是重要的是活水伫倒落咧。咱敢有法度正做别人会光无？踮伫超找认捌家己，甲认捌上帝的这条道路顶悬，其实重要的是爱去照光别人。有时咱过头认为我要互家己发光，却袂记哩，真正重要的是你爱去照光别人。迄个照光别人是带着牺牲，带着放杀，亲像亚利米共款。面对这个拆毁甲重建的过程，伊需要面对的是牺牲，需要面对的是放杀。每一个人需要活水，咱拢袂去注意到，其实咱的水池内面已经出现了裂缝。活水到底伫倒落咧？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定心看见伊的光，也清楚知影，伊的光毋是要互咱家己发光，伊的光是要互咱身躯边的人，因为咱看见光，看见神的愿望。请咱同齐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水池内面的裂缝，打扫的旷野。甘霖降临，灌压万米，互我新生。是活水，是泉源。为着要存留这个水，我挖掘，我起造对水的水池，却满是裂缝，裂袂了隐形。池打了，心忘了。我尽力修补，却哪补哪空，敢若剩一片浮雾。活水悠远涌流，待你我回转。伊要洗去心中黑暗，再现光明，温润大地。咱的生命拢是这个堆水的水池。咱敢有发现，咱的生命中间有遮个裂缝无？咱敢有发现，咱需要活水无？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定心去体会上帝的光，也帮助咱，互咱愿意去照光别人。伫牺牲、伫放杀的过程中间，哪体会上帝创造的奥妙，互咱的生命成做艺术，是军队上帝的艺术。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哪都得直直走。哪都得直直走，水大海临开水，我心希无爱高，上帝所大希为。
绕，等待你我尊会，随清心中我安，稳定更就多对。同心来祈祷。主，阮真需要你。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是一座水池。踮伫即座水池中间，阮一直对你所降临的活水。总是也踮伫无水伊的时，阮发现，阮的水池开始出现裂缝，滴到遮的水一直流去，甚至袂记哩。阮爱超找是活水，主求你帮助阮，互阮重新恢复甲你的连结，也搁一摆体会，阮是你所创造，阮会当活伫你的光明中间，也通过这个光去照光每一个需要的人。愿你成做阮的开达，成做阮的帮助，互阮踮伫每一日。心志换心来跟对你，愿你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先来请青少年牧区来做事工的报告。
我大家平安，请大家看教会时间，请大家来看周报第5页。那也欢迎大家当看周报第6页有团契消息。阮的社会青年伊的聚会时间呢，拢会写伫顶悬。嘛，请大家当看阮周报的上后面，有写阮的青少年的聚会时间是拜六暗时7点半，伫社区发展中心。甲礼拜日的透早9点，嘛是伫对面社区发展中心。若是要找毋知要身躯边的青少年，毋知要找啥，会当去聚会，会当来找阮的团队，也是阮的牧师娘。那阮的大学生的聚会时间是拜六暗时7点半，伫大礼拜堂的后面101教室7点半暗时嘛有聚会，嘛会当来找我康心源这样。那也请大家持续的为着我们来关心代祷，谢谢大家。好，咱来看几项教会事工的报告吼。后一项，咱拜3的圣经学堂进度来到马太福音第9章第1节到17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加入来读上帝的话语。好，所以今仔日嘛邀请咱继续为着咱青少年牧区侪事工关心甲代祷吼。好，过来第2项后主日是部会周，所以嘛请咱的部长会当来了即开会吼。咱9月14会召开中职会，所以嘛请咱的同工来伫以遮的时间吼。好后主日是台南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所以后主日是台南大专中心的高牧师来到伫咱中间主日讲道，我交换到伫看西街教会所以嘛请咱为着大专的事工关心甲代祷。好咱新的一期罗马字班准备要开始，咱会对9月初6才煞这礼拜6开始，咱有缘邀请苏牧师甲苏牧师娘诚做咱的讲师吼，所以嘛。请咱想要学习罗马字的兄弟姊妹，咱会当踊跃来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好家庭团契踮伫等下要踮伫双大教室来召开年会所以请咱家庭团契的客友踊跃出席来参加。好圣歌队的年会会踮伫9月13，所以嘛请咱圣歌队的队员会当来伫以遮的时间。好，接续要来为着主角囡仔的升级祝福吼，请团队来主持吼。
好，咱做伙为着遮个囡仔，咱同齐来祝福甲祈祷吼，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看到侪细囝踮伫主席学中间得到好的陪伴，互因会当一年一年得到成长。当要进入到9月份，要进入新的学期，嘛有侪囡仔要对小六到高中。愿你的神甲因每一个人三伫地，祝福因，互因踮伫每一日所行的路，通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祝福因踮伫学校中间，真做侪人的祝福；踮伫家庭中间，也享受对你遐来的疼甲温暖。也愿主祝福每一个囡仔的性命，互因踮伫人生继续向前的过程，也通真做一个照光别人的人。愿主祝福踮伫因，真做因的倚靠，真做因的帮衬。愿伫你面前献上愿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好，婆婆啊。青年。好，喂，煞只请青少年，只要你是青少年，拢欢迎到伫头前，无论你有参加聚会也无，伫今仔日透过阮同齐为着每一个青少年，你可能是出社会，也是伫社会工作，拢会当到伫头前来接受阮的升级的祝福。好，请青少年出列。出列。你无坐伫遮嘛会当出列，若伫下面呢，拢会当欢迎你到头前来，社青也好，也是无参加聚会，拢欢迎。好，咱也同齐为着咱教会遮的青年踮伫每一个新的阶段，通领受新的恩典甲祝福，咱同齐来祈祷。
好，咱同齐来祈祷。主，阮为着踮伫教会中间遮个青年，献上阮的祈祷。伫即个充满变动的时代，求你坚固因的心，互因会当踮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体会主你的话，逐日刻条踮伫因，互因行伫你的正路中间，面对这世界的挑战，犹原清楚知影，因为因的倚靠在伫你，所以因会当勇敢向前。也愿主塑造因，无论踮伫学业，也是踮伫工作，愿你使用因，互因通成做侪人的祝福。也愿你将伊的恩典逐日祝福踮伫因的家庭中间，互阮踮伫向前跑走的过程，会当即个世界来见证，阮是属耶稣基督的囝儿。愿主祝福阮，愿主祝福这每一位青年，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好，咱拍鼓仔来祝福因。好啊，立勤长老要宣传迄个 VSF 的研读圣经团契吼，咱就请立勤长老先来报告吼。大家平安。我现在来介绍咱 VSF 的迄种课程。VSF 伊是一个国际的研读圣经的团体。伊是由即个平信徒所组成的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的跨教派的研读圣经的团体。伊伫1959年创立伫美国。现在世界已经有150个国家去使用即个 VSF 的圣经的读圣经的团体。咱台湾嘛到咱已经将近要20档。即咱读这 VSF 的研经团体是要最主要目的是要提供咱每一个信徒拢有当深入研读圣经的教导。VSF 伊有真特别迄种个独特性，就是伊是一个4重读经法。伊就是每一礼拜一课。第一就是咱个人会当照所指定的经文安尼研读，而且回答有关遮的圣经的相关的问题。然后咱会当伫小组的内面，咱甲每一个组员互相来分享讨论你家己的答案。然后咱就是听迄种圣经学者因所录音的迄个讲课。最后就是咱看迄种个遐个圣经学者因所写的经文的释义。VSF 的迄种个即学期伊的主题是迄种避猎甲规划。咱所要读的经文是旧约的小先知书，拢总有8卷。伊遮咱 VSF 伊遮聚会是咱伫拜一暗时8点到9点半伫德公教会，这是实体的聚会。实体的聚会阁有拜三到下早时9点半到11点，伫咱南教会的咖啡厅。然后阁有线顶的聚会，伊是拜到拜二暗时8点到9点半。所以欢迎咱若准讲有兴趣的姊妹，会当来报名来参加你所会当的时间，或者 VSF 的研读圣经的团契。咱会当扫遐个 QR code来报名。
迄伫办公室遐会当遐来扫 QR code 来报名。好，以上下面咱有一段介绍BSF 这期主题的影片。好，多谢。你是否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或是你是否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或是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数百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回荡在人类心中。上帝将我们每个人安置在这里是有目的的，为要成为他所建造的一部分，参与他对万物最终的复兴。但是，当我们被这破碎世界的动荡、纷扰和疏离所包围时，我们怎样才能建立重要的事呢？研读圣经团契被掳与归回的研读课程，关注一群真实人物的生活，他们遭受排挤、压迫、破碎，但仍然相信上帝会带他们回返家园的应许，像但以理、以斯帖、以斯拉和尼希米这样的人。他们是平凡的男女，蒙上帝呼召，在破碎的世界中建立非凡的信仰生活。我们可以从这些真实故事中学到许多。透过研读数千年前上帝对他被掳子民的计划，我们发现上帝今天依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说话和行事。他正在建立他的国度，他邀请我们与他并肩做工。无论您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或面对什么阻力，您都被赋予目的，接受神圣预备，为上帝的旨意而建造。今天就加入研读圣经团契，探索上帝如何在各种环境中精心安置他的子民，装备他们，为他的荣耀建立他的国度和他们的生命。好，我来做介绍吼。今仔日正方节有带一位朋友吼，刘依敏姐妹踮伫咱中间吼，咱欢迎伊吼。正方节的朋友吼欢迎伊头一摆来到伫咱中间。好。做伙来读本周金句。你若使，咱若使先开周报的第8面来参考。我先读一遍。因无问，迄个带阮出埃及，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经过焦燥甲黑暗的所在，无人行过，无人住的地。迄位上主伫倒位？咱做伙来读2摆。因无问，迄个带阮出埃及，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经过焦燥甲黑暗的所在，无人行过，无人住的地。迄位上主伫倒位？耶利米书第2章第6节。再来读一摆。因无问，迄个带阮出埃及，带阮经过旷野甲崎岖的沙漠，经过焦燥甲黑暗的所在。无人行过，无人住的地。迄位上主伫倒位？耶利米书第2章第6节。请起立，做伙来吟祝福齐恳的诗，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脚步过，假使我坚定欠你时正，让我斗志遵守你该领。
我人生必正梦。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